我覺得係溫暖嘅，係有溫度咯。我會講呢個獎學金，因為並唔係只係話你拎咗呢個獎學金就算啦。我反而覺得領展佢背後係會有好多嘅活動，包括頭先講到佢係關心社會啊，一啲環保嘅議題啦，又或者其實有一啲活動就係要連結人同人之間嘅。領展同學委員會咧，其實可以俾到我哋一班大學生一啲機會咧，去由零開始真係設計一個社會創新嘅方案，去幫助我哋想幫助嘅群體咯。其實呢個10年入邊係講緊有非常多嘅青年人，而呢啲青年人其實佢哋都係互相一個支援嘅群體。都知道今日有評審係一啲過去嘅獎學金嘅得主，咁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好嘅傳承，令到將領展背後嘅精神可以帶到落去。